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吉悦汽车暴雷。一个新能源汽车公司黄了，泼天的流量却来了。一个新能源公司在它没有倒之前，不是广泛被人所知，但是它倒闭了，却让大家知道了，闹得全网沸沸扬扬，上了热搜关注度极高。这么尴尬的事情被吉悦汽车遇上了。说实话在吉悦汽车爆雷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新能源汽车厂家，这么一个品牌，恐怕对新能源汽车也不是特别关注。昨天这个吉悦汽车爆雷，这些视频在网上到处都是吉悦汽车据说有3000多员工，然后他们接到了这个 CEO 夏老板这个会议通知具体内容大家自己在网上去看。总之意思就是要什么二次创业，二次创业说白了就是只留下100人，剩下的人就地解散。这个一下引起了这个吉悦汽车员工的这个愤怒员工把这个 CEO 堵在办公室要个说法。这视频非常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场景。我们看一看这个 CEO 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第一大家先冷静，我还是说句实话，我今天到公司来不是在逃避问题的，对不对？我要是我知道你也很生气大家都很生气在座的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干了这么长时间我也非常的这个感谢大家。不要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没有冠冕堂皇，直接回答问题，回答问题。社保公积金别激动，别激动，一个一个回答。其他的事情了好吗？说重点。第一，这些问题我都在解决。如果我今天逃避问题，我今天就不来了。那你说你的解决我方案我的解决的方案没有方案，我现现在在跟大家在沟通，我在跟各方在沟通解决这个问题，我不是在逃避问题的。你是今天知道社保会断吗？我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之前就不知道了呗？你之前就知道对吧？我在最后一刻都在努力这个问题，我只能跟大家讲，还是请大家这句话，还是请大家这句话。不是为什么你要在最后一刻才有风险不告知对吧？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这么久了，如果在最后一刻吗？我刚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最后一刻我都没有放弃努力在解决，我在最后一路在解决。你就是恶意断别人后路。我没有恶意，我在讲实话。你现在把结果就是为什么不告知风险？为什么不提前告知风险？目的是什么呀？我可以辞职吗？为什么我们这几个月修得这么好，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就会变成这样子？我也知道，我也很努力，对吧？还让大家出菜。我也很努力的，在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也看到，并不是你这不是空话吗？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员工愤怒主要是因为员工的这个安置的问题。就说来说去就是员工该怎么补偿，怎么安置员工的去留。很多员工说你这样突然袭击这个对员工不负责任。员工都是上有老下有小，3000员工那涉及的都是上万人3000个家庭昨天我还看到视频就是这个吉悦汽车楼下来了很多警车，员工的维权恐怕也惊动了当地警方。我来谈一谈这个吉悦汽车暴雷虽然我在最近直播还有节目里面一再说新能源汽车已经到了临界点，2025年咱们就会知道有很多新能源汽车厂家要暴雷，最迟是2026年。这个吉悦汽车暴雷似乎来得早了一点，但是毕竟吉悦汽车它名不见经传排名比较靠后。虽然它的股东背景很深厚，但毕竟它的名气不大。我说的新能源汽车暴雷指的是排名前5的主机厂商像吉悦汽车它没有自己的生产线，它是吉利替它生产，就是它不是主机厂。这个暴雷就像房地产暴雷一样，恒大暴雷以前已经有很多房地产公司暴雷了，那小的房地产公司暴雷很早就开始了，只有恒大这样的巨无霸世界500强房地产行业里面排老大的暴雷，这个才有典型意义，这个才能称之为房地产行业暴雷，它是个标志性事件。所以说新能源汽车暴雷恐怕不能从吉悦算起因为在吉悦之前还有什么高和，还有什么好多企业已经倒闭了，最近好像岌岌可危的奄奄一息的还有个哪吒汽车。所以说吉悦汽车的暴雷只是新能源汽车暴雷的叫餐前甜点开胃菜，它反映出新能源汽车行业内卷加剧，已经到了大洗牌的时候，家底薄的没有什么特长的
品牌也不怎么样的，不仅会遭到市场的抛弃，它也会遭到股东的抛弃。也就是说啊，股东不会再注资，没有人会傻的把钱往水里扔，毫无希望，没有人再投资。也就是说啊，这些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他们是要靠融资活着，融资就得讲故事。实际上资本对新能源汽车的止步，我说的这个止步啊，是指从以前那种一窝蜂的狂热的状态，到现在进入理性开始审慎的状态。止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从苹果放弃造车开始，已经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它的融资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拐点到了，就是资本再也不会轻易进入新能源汽车这个赛道，因为这个赛道已经过如饱和，看不到前景了。我记得苹果宣布放弃造车，还很多人笑话它。我当时做了节目啊，苹果它不是没那个实力造出车，苹果造车或许还能赚钱，但是这个赛道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讲不出什么故事，对苹果市值没有什么帮助，他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精力还有品牌。对苹果来说，造车已经不合算了，讲故事恐怕也超不出特斯拉，他也不能重新定义一下新能源汽车。所以人家苹果啊，这样有实力的公司、有技术的公司都不玩新能源汽车，主动退出，就说明新能源汽车已经内卷到极致。傻子过年看隔壁的，对吧？这些小厂商、这些创业者，你自己判断不了这行情，那你看看这些巨无霸在做什么？苹果作为巨无霸，账上现金根本都花不完，人家都不玩了，10个亿美金的费用打了水漂，不在乎，就说明新能源这个赛道啊，已经到了急转直下的地步。这是从融资角度来说啊。那么这个极越汽车爆雷，那就太简单了，在市场上你看不到他的车，然后他非要说自己是造车的，他烧的都是投资人的钱，就这么简单啊。他不造车还好，他造车亏得更多。他耗到现在，纯粹就是因为他造车造的少，他要造的多，他早倒了，去年恐怕就没有了。这个极越汽车它的大股东、主要股东吧，是吉利和百度。刚开始百度是占55%的股份，吉利好像占35%吧。后来股权做了调整，百度变成二股东，吉利变成大股东。有很多网友说啊，那为什么百度、吉利不救一下极越呢？我刚才说了啊，这个投资已经进入这个审慎时期，所有的投资人呢，他都会考虑这个钱是不是打水漂了。连我都想得到25年、26年新能源汽车要爆雷，你说这些股东还能继续往里投钱吗？然后他向外界融资也融不来，本能上啊，百度和吉利恐怕就不想再投资了。另外一个呢，从吉利来说，玩新能源它不是极越一家，他手上还有几个品牌，资源要向优势品牌集中，好钢用在刀刃上。所以吉利啊，他早就放弃极越了，极越的生产线都被他停掉了。这极越一共啊12个月吧，才生产1万多辆汽车，卖了1万多辆吧，你这是玩票呢，对吧？你这是造车还是造孽啊？吉利人家作为大股东，主动的放弃了极越，连生产线都给他停掉了。据说还扣了他一笔车，估计啊，这极越还欠吉利加工费呢。那从百度角度来看呢，百度也想造新能源汽车，百度现在重心是在萝卜快跑上面，智能驾驶。当然了，这个极越汽车啊，它也主打科技感，它也是搞智驾，帮着百度啊搞智驾。表面上看啊，百度对极越汽车啊，应该是战略中啊重要一环。所以说，百度据说啊，在极越爆雷之前，百度是想对这个极越进行增资，但是百度派了团队进去尽调以后啊，果断的撤出了，不再增资。不管什么原因啊，我说了大背景就是投资人已经把自己的钱袋子捂紧了，不再像3年前一样。3年前如果百度进极越尽调的话，得出结论完全不一样，他会马上把钱掏出来放进去。但是今天就不行了，大环境变了，这是第一点。我们从大的格局来说，主要是这个资本市场，因为造车新势力现在主要是烧钱，烧钱就一个来源，就你谁给你钱烧。那我刚才一说你就明白了，资本已经在这一块收缩了。这也是为什么什么高和汽车、哪吒汽车都不行了，它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不再投钱了。这些企业本身就是在烧钱，烧钱人家不给钱了，你就烧不了了。这个也说明了啊，这个极越汽车为什么把事情搞得这么僵？什么叫搞得这么僵呢？就是员工说你通知的太突然，因为啊，这些造车新势力本来就是靠烧钱，烧钱主要靠融资。融资是什么呢？融资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不到黄河心不死，对吧？这个极越汽车他指望着百度要给钱，指望着吉利要拉一把，你不能投资就打了水漂啊，再救一把，对吧？就是极越汽车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抢救一下，然后就苦苦的等着2个股东或者其他的投资人给消息。其他的投资人呢，现在还没有傻到说我不给你投资一口回绝，一般的都是吊着研究研究再看看，实际上就看你还能撑多长时间，看看有没有别人傻子进来。所以就这么在这等待消耗的过程中，钱全部消耗完了，但是他也不能说结束，因为这个时候正是融资的关键时候，你说把队伍散了，谁还给你投钱啊？所以他就耗，他就一边啊
这管理层啊，这个股东一边去融资找投资方讲故事，还得吹，一边呢欺骗员工，一切稳中向好，形势一片大好，对吧？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技术sinh产是遥遥领先，哎，我们的这个负面传闻啊，说我们汽车不行，那都是其他友商啊在唱空，在恶意中伤，所以啊，对内各种忽悠，员工啊，哎，就将信将疑在那里待着，这个直到昨天突然宣布下岗裁员，传播回家受不了了，因为实在是撑不下去了。那在这个拖过程中啊，他肯定就欠了社保，甚至欠了员工工资、奖金、报销，那确实弹尽粮绝啊。那从市场来说啊，对吧？第一个是从资本嘛，第二个从市场来说，大的方面，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啊，已经很难再提高了，已经超过50%了。也就是说啊，卖2辆车，1辆是新能源汽车，甚至啊，卖3辆车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渗透率基本上达到顶点。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是新能源汽车的8年之痒，现在到了换电的这个高峰期啊，马上就要到来。很多新能源车主发现自己买新能源汽车亏了，对吧？他一算账，不仅没省钱，反而多花了钱，所以新能源汽车口碑恐怕就要下来。甚至有很多买了新能源汽车的，现在恐怕也把新能源汽车报废。修也修不起啊，他就改去买油车去了。国内的市场还受经济影响，对吧？现在大家的未来预期又不好，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你买个新能源汽车用的不多的话，对吧？你这养车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新能源汽车销量应该是见顶，现在回落。但是新能源汽车产能又巨大，逼着这些新能源厂家要开足马力。你开足马力生产，你国内也卖不掉，你只能出口。出口你冲击了欧洲和美国的市场，所以人家对你加关税100%、50%，不管加多少关税。本质上他不希望你卖过去，或者少卖一点，这些都对新能源汽车厂家造成压力。所以这是市场啊，整个的大盘子已经遇到问题了。那具体到里面各个新能源厂家的份额，那竞争更激烈，对吧？特斯拉降价，比亚迪也降价，大家都降价。你看比亚迪发出来这个2025年要求供应商降价10%，为什么？还得卷呢？你不降价你卖不出去啊，你降的价格降到极致，你的产能才能利用起来，你的量才大。你产能利用起来，你量大，你的这个边际成本才低嘛，你这企业才有可能是继续保持盈利。但是啊，你一家盈利，其他家恐怕都活不下去了，因为人家卷不过你，你量大，那其他家怎么办？也得降价，还得烧钱，还得讲故事，反过来再烧比亚迪、特斯拉，就这么一个现状。这就是形成一个恶性竞争，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这就是为什么说2025年、2026年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商排名前5的肯定有暴雷的，大家等着吧。不是融资断了，就是市场上卖不动了，消化不了了。一旦车子卖不掉，和开发商的房子卖不掉不是一个道理吗？卖不掉就打折，你一打折别人又得打折，恶性竞争，这个谁也挡不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就看谁家底厚。第三个，你从技术角度来说啊，目前这是新能源汽车3电这一块也没有什么，对吧？技术突破。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要么就是电池吧，是不是它的安全性，对吧？续航里程能不能得到突破？现在炒固态电池，我觉得新能源汽车主要在智能驾驶这一块，如果智驾这块有所突破，那新能源汽车还能稳得住。如果智驾这块没有什么突破，实际上新能源汽车马上就盛极而衰啊，要走下坡路。你技术方面没有什么突破嘛，你还往哪儿突破啊？冰箱、洗衣机、按摩椅、大沙发、投影电视、麻将桌、火锅都已经上车了，你还搞什么？这个极越汽车主打科技感，但是极越汽车的那些所谓的亮点、遥遥领先那些科技都是鸡肋，就可有可无，甚至有的是起到反作用。大家记住了，如果新能源汽车还有什么突破的空间，那苹果不会不干的，就是它的技术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它一定会扎进去干。正因为它已经看不到前景，所以苹果投身人工智能这一块。这是从技术角度说啊，我觉得如果智能驾驶这块有个突飞猛进，那对新能源汽车还是一个强心针呐，否则只会走下坡路。未来的2年3年有可能是油车反扑的年代，由3辆新车啊，由2辆新能源汽车变成卖3辆汽车，有2辆是油车，1辆新能源汽车，很有可能油车还有反扑啊。以上3点啊，都是新能源汽车的外部环境。现在所有的汽车厂商面临的都是这么一个环境。那具体到各个新能源汽车厂商自身呢，为什么他先爆雷？那肯定跟自己的管理，对吧？跟自己的经营水平都有关系。以小米为例啊，你看小米造车，不管他现在怎么样，那这雷军啊亲力亲为是他自己的事情。那个蔚来你也别管他烧了多少钱，也是李斌啊亲力亲为，就是他们既是创始人是老板，他又是 CEO 就掌柜的。如果一个新能源汽车他掌舵的啊是职业经理人，这就比较麻烦了。不
不是说职业经理人不好啊，打江山的时候不能用职业经理人，做江山的时候可以用职业经理人。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这个？你以吉悦汽车为例，这个他的 CEO 啊夏某好像也有股份吧，但是他毕竟他自己出钱很少，是个小股东，甚至没有股份，是期权。那么他掌舵的话，这个弊病啊就出来了，就会出现穷了寺庙，富了方丈，反正这个企业又不是我的。你看看啊，那些职业经理人管的那些新能源汽车，估计早早先黄，因为他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吧？拿1年的工资干1年的活，他的目标他的利益跟这个股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啊，他更讲究短期利益，对他自己更有利的。这是第一个啊，职业经理人管这样的创业公司大概率要黄，对吧？这是内部管理的事啊。第二个，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应该提前通知员工，做好心理准备，对吧？创业九死一生，我们看到光鲜的小米或者比亚迪啊，造新能源汽车似乎成功了，但是2023年工信部的那个部长吧，叫肖亚庆，他说咱们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好像是170多家吧，再加上燃油车的，好像我们造汽车的有200多家。很多企业倒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就我们只看到光鲜的那个。也就是说，这个汽车企业倒闭很正常，对吧？咱们也没必要说嘲笑这个吉悦。问题是你没有必要隐瞒，对吧？忽悠员工一起扛。我觉得啊，这个 CEO 啊，问题就在这儿，你应该提前2月你就告诉员工，对吧？我们这个企业现在资金有困难，你愿意留下，那你要承担风险，也有可能就是工资发不出来。你要愿意走，对吧 ？N+1 甚至 N， 对吧？企业就这样，我只能赔你 N， 劳动法就是 N， 补偿你走人吧，另谋高就。但是啊，这个创业公司他都这样，他忽悠，他几头忽悠，他忽悠员工在这老老实实待着，要不然你那头投资人不愿意来啊，或者你企业人都跑光了，各个岗位都没人，谁愿意来投资啊？所以他一定要忽悠员工，你忽悠员工就不对，你忽悠了员工，你就得负责任。所以你看啊，昨天这个吉悦汽车那个直播间，很多那个卖车的那些直播那主播啊，说正在卖车呢，接到通知你已经被裁了。结果那些主播现场找工作，现场开始喊话，那个新能源汽车的 HR 能不能给个机会？我卖车已经卖2年了，然后也号召粉丝不要再关注了，关注没用了，把这个直播卖车变成直播卖自己了。所以那些员工啊，愤怒的员工就把那个 CEO 给堵在办公室。我觉得这个做法不负责任啊，就是你应该对员工啊要明情况，提前说清楚，有这样的风险，对吧？我们虽然在融资，但是有不确定性，也有可能融来30个亿，也有可能1毛钱没有，大家各自决定去留。当然了，很多人说你要这样创业的话，那企业肯定倒。创业嘛，就得狠，慈不斩兵，善不理财，狼性，就得上下忽悠，那可以，我不能否认。所以那你就是承担现在的这个后果。员工咒骂你，对吧？员工要求你自己把房子抵押了来交这个社保，对吧？来发工资。员工让你把护照交出来，怕你潜逃，对吧？员工各种谩骂，那也是你应该承受的，叫欲戴皇冠，必受其重。但是啊，这个据说啊，百度和那个吉利啊，在商量给这个吉悦的员工啊，11月份的社保给他交上，那后面就是裁掉了嘛，12月不用交了，也就是说还要给这个员工善后，这个也应该的啊。作为负责任的股东，虽然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他的责任，但是毕竟涉及到员工啊，对吧？这么多人，这么多家庭，民生问题，所以说这个吉利、百度啊，他适当拿一些钱把他们这个社保给解决掉，这也是应该的。所以说个吉悦汽车暴雷啊，主要是大环境导致的，这内部管理肯定是原因啊。但是你就是内部管理好的，明年它也黄啊，就像房地产一样的，万科好不好，对吧？万科的管理，万科的这个那个的，似乎啊是房地产企业里面标杆，它的建筑质量是吧？在房企里面啊，比较而言，万科是不错的，但它一样要暴雷，因为这是行业出问题了。剩下没爆的都是央企，人家背靠大树好乘凉，人家有无限信用，也就是有大量的资金。所以我说这个吉悦暴雷啊，那他们的管理，他们里面的这些技术、产品、营销恐怕都有问题，但这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还是大环境发生变化。所以那些没有倒的新能源企业也不要高兴，下一个就是这些现在看起来还不错的有模有样的新能源车企，说不定突然就倒塌。最后我再从员工的角度说一说啊，作为吉悦汽车的员工啊，我想你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里面的人，如果你都不能知道吉悦汽车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里面处在什么一个位置，如果你都不知道整个新能源汽车目前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对吧？目前在世界这个大的格局之下，新能源行业是什么一个环境，如果你连这些都搞不清楚，那只能说明你在新能源行业白混了，没什么前途，改行吧。如果你对这些都了解，那你应该啊早就知道吉悦汽车不行了，
应该是骑驴找马，就是他暴雷之前我就已经在找工作了，说不定我已经辞职走人了，去了别的公司。大家记住了，一旦一个企业不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跟这个企业共患难，那你是神经病。你要共患难的话，你千万不要到时候逼这个 CEO 给你拿钱，是你自己愿意共患难的，对吧？你一旦知道这个企业不行了，你马上就是骑驴找马，对吧？你先不辞职，我先找工作，找到工作马上切换走人辞职，要他什么赔偿，这样你自己时间不耽误不浪费，而且你提前找好了下家，马上走人。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一旦在这种企业耗下去，耗2年3年都有可能，工资发不出来，完了你还走也走不了，越陷越深。完了之后，因为你在这种企业待着，你也学不到任何技术，啥玩意儿没有，纯粹在那擦屁股，你也得不到锻炼。所以说啊，不光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其他的行业都一样。如果你一旦知道你公司不行了，你不是在那说我耗一耗，我讹他一笔，搞个赔偿无所谓，你应该马上骑驴找马找工作，你不要等他黄了然后再来维权，那也浪费时间呢，浪费精力啊，对吧？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干了，你连公司财务状况，那公司到底是在市场上什么个表现，对自己的这个行业都不太了解，那你真是白干了。所以说啊，如果你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上班，甚至上下游产业链，你都要小心，明年后年，对吧？寒意可能就要吹到你身上，做好心理准备，不是明年就是后年，新能源汽车的有大家伙要爆雷。2025年是新能源汽车这个厮杀更为惨烈的一年，明年底啊，先是大量的裁员，所以我说啊，这个新能源在这几年还是风头正劲，结果也会遭到这样的寒意啊。那你说其他的行业怎么办？那只能是默默的、悄悄的死去啊，连点动静都没有。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